169萬，萬鬆啲蚊尺買到個新鴻基全新樓458尺西沙灣 2B 期，仲要係3合1露台呢一期，所以好值得睇啊！因為之前嗰啲期數咧都係舊式雙露台設計，呢邊3合1露台，哇正！最平嘅呢邊向西南啊，景觀咧就山景高層，低層就冇乜景觀啦。不過唔係賣景觀嘅，係賣入邊隻積嘅。第一呢度，喂，你見到呢個擺位啦，呢個廚房雖然係開放式廚房。但係開放得嚟又有啲唔係好開放喎，喂，加少少嘢，加個玻璃罩，咪變咗緊廚。不過真係唯一不足，唯一美中不足就係冇明火煮食，用電磁爐，但係緊廚都爭好遠㗎啦。啊，有啲人中意嘅，好多人中意緊廚㗎。最重要就係呢一個露台啊，之前西沙賣咗咁多火，2A、1A、1B， 全部都係舊式雙露台設計，而家呢個3合1露台，工作平台、環保露台、冷氣機散熱器平台，哇正啊，好用，夠闊、夠靚、夠歸一。點樣歸一在呢？嗱，我哋呢度一入去就睇咗個主人房先。歸一乜嘢呢？之前嗰啲期數嗰隻積嗰個工作平台好多時擺咗喺呢度，呢度變咗隻窗，哇！大佬16尺啊，16尺擺喺度。你都用唔到啦，不如俾隻窗你，窗就冇乜計你面積嘅，但係工作平台就計咗，咁就可以令到呢個主人房喺新積之下特別好用，因為點解啊？呢度可以放個櫃啦。不過咁講，風水上呢，如果你唔中意隻窗呢，都唔好揾嘢封咗佢，封咗佢就唔好啦，唔好封啦，千祈唔好封窗啊！但係好擺，依間係細房啦，細房。2050乘以50啦，即係我估啊40零尺到啦。但係樓底高3.325米，轉頭有個示範單位咧，佢做咗一個碌架床設計㗎。你會睇到佢咧個空間好夠，哇！仲要廁所有窗嘅，真係要入嚟睇下。睇下攝影師有冇攝到入嚟？西沙灣 Sierra Sea 最好就係因為佢好多積啊，大部分廁所都有窗嘅，所以即係你入到嚟住咧，平萬鬆啲蚊尺。400零萬買到400幾尺，仲要有新鴻基嘅質素之餘，最緊要隻積啊，適合人類居住啊！哇，廁所有窗，跟住呢一期 2B 期開始啊，仲要係3合1露台，所以真係好抵買啊！你又覺得點咧？你就中唔中呢個西沙灣 2B 期嘅458尺兩房？